今日係嚟到廣州花園酒店嘅，呢間酒店嘅位置呢就好方便，就喺廣州地鐵淘金站出口一出到去就見到噶啦。呢間酒店呢就已經有40年歷史噶啦。酒店呢而家係做緊一個40週年嘅展覽。咁呢間酒店有一個特色嘅，就係全中國呢就只有3間擁有白金5星級酒店嘅。而廣州花園酒店呢，就係其中一間。而間酒店嘅大堂呢，就好華麗嘅，喺 check in 同 check out 嘅地方呢，背後一個大壁畫呢，係展示呢大觀園，即係呢《紅樓夢》入邊所講嗰個大觀園啊。今日入住嘅係廣州花園酒店粵韻套房。一入到嚟呢，就已經係客廳嚟㗎啦。咁客廳呢，門口呢，就有個屏風，屏風側邊呢，就係一個 mini bar。經過客廳呢，就會入到睡房。睡房床頭一幅嶺南風格嘅壁畫，採光度非常之足夠。而睡房區呢嘅側邊呢，就係浴室區。浴室區除咗浴缸之外，仲有企缸啦、乾濕分離啦。而浴室同埋睡房呢，中間係一道趟門嘅。而出邊呢，就係廣州嘅都市圈，非常之開揚嘅。